今日行過街市，你有冇見到啲牌寫住震撼價18蚊一斤？如果你以為執到寶仲圍住擺多幾斤返去加勢，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啦！我今日一定要企出嚟爆大雲，將呢啲街市肉檔死都唔敢講嘅秘密一字不漏咁話俾你聽。你知唔知喺而家呢個2026年代，物價升到咁高，連一包過菜都可能要10幾蚊嘅時候，點解仲有區肉可以賣到18蚊一斤？呢個價錢直情係平都唔合邏輯，平都令人心寒。而我有個老友喺長沙灣同埋上水屠房做咗30幾年，佢同我講呢啲咁平嘅豬肉分搬磚係攞你命3000，大家手勢要維繫一個好基本嘅經濟問題。而家由內地運一隻生豬嚟香港，計埋飼料、運魚、屠宰同埋零售商嘅利潤，新鮮豬肉嘅成本價起碼都要30幾、40蚊一斤。如果人哋賣18蚊，咁佢係做慈善定係開善堂？除非佢係想掃本求末，但係開門做生意，邊有人會做掃本生意咁？呢啲18蚊一斤嘅豬肉背後隱藏咗幾個好大嘅陷阱。大家去街市最想擺嘅當然係當日居，即係朝早喺屠房出嚟，仲帶住體温嘅新鮮肉。於是有啲無良檔主就會將啲喺巴西或者內地運嚟嘅冰鮮肉，甚至係放咗好耐嘅急凍肉，喺半夜3更偷偷地解凍。佢哋會用一啲特殊嘅化學藥水浸一浸，等啲肉歪復返嗰種粉紅色嘅光澤，然後就咁擺喺碗面，混入少少新鮮居肉一齊賣。你以為你擺緊新鮮豬，其實你係擺緊一啲可能已經凍咗幾個月，甚至係過咗期嘅簽豬肉。呢啲肉平時批發價可能只係幾蚊一斤，佢賣你18蚊，其實佢已經賺緊你1倍有多。仲有呀，你有冇留意到街市啲肉檔遠遠都係點住嗰種紅色嘅燈泡？喺呢種紅光之下，無論啲肉係幾咁唔新鮮，幾咁發黑，望落去都會係紅卜卜，好痕。呢個係肉檔行業內一個淬配嘅秘密，叫做遮春燈。咁樣落，我有個做咗20幾年嘅豬肉師傅話我知，如果你想睇清楚啲肉係咪真係新鮮，你一定要將老肉拎出嚟嗰檔紅燈嘅範圍，喺自然光或者白光之下睇，你會發現好多18蚊一斤嘅肉，一拎出嚟就變咗死忽色，甚至有啲粘稠嘅液體滲出嚟。呢啲就係變質嘅前兆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，食咗呢啲肉會點？呢度就係最毒嘅地方。為咗令到啲平價肉望落去好睇，唔變味，有啲人會喺裏邊加防腐劑。最常見嘅就係裸鹽瘻硫。雖然政府一直有查，但係依然有人奔而走險。你食咗呢啲化學物質入肚，短期內可能冇事，但係長遠嚟講，對肝臟同腎臟嘅負擔係好大嘅。尤其係屋企有老人家或者細路仔，佢哋嘅免疫力弱，食咗呢啲有問題嘅肉，真係後患無窮。仲有一種更加恐怖嘅可能，就係海味嘅屍仔肉。呢啲豬可能係一啲病死豬，或者係一啲未寄居健藥就獅子屠宰嘅豬。呢啲雞肉喺內地一啲非法渠道好平就可以攞到，然後經一啲非法途徑運嚟香港。因為佢哋冇交過檢疫費用，亦都唔需要符合任何衛生標準，所以佢哋可以賣到18蚊咁平。呢啲羔肉裏邊可能含有大量嘅寄生蟲或者病毒。你話下，為咗瘦嗰10幾20蚊，將全家人嘅健康壓上去，值唔值得？我嗰個做咗30幾年嘅朋友，仲爆咗一個好多人唔知嘅技巧，叫做注水機。呢啲檔口會將啲豬肉切開，然後用細針頭慢慢注入大量嘅生理鹽水或者化學增重劑。一斤肉注咗3涼水，你擺返去，一落滾炒，啲水就係咁湧出嚟，最後籠肉塞到得返原本嘅一半。你以為擺到18蚊一斤好抵，其實計返落嚟，你係用高價擺緊水，而且呢啲注入嘅水通常都唔係純正水，細菌含量極高。好多時我哋行過街市，見到啲肉檔阿叔好熱情咁賣雲肌肉18蚊斤，最後幾斤啦，你千祈唔好俾佢嘅熱情蒙蔽。佢哋通常會將啲最好嘅部位，好似梅頭、豬肝肉呢啲收埋喺後面賣俾熟客，而擺喺前面嗰啲18蚊一斤嘅，通常係啲邊角位、淋巴位或者係啲肥到不得了嘅肥膏。最驚恐嘅係淋巴位，因為淋巴係脂質過服病毒嘅器官，如果處理得唔好，裏邊含有啲致病源，人食咗之後真係會出大問題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案例。喺2024年嘅時候，我有個鄰居，佢係個好節咗嘅家庭主婦，唔張幾歲，平時最中意去唔同街市加價。有一日佢喺某個街市見到18蚊一斤嘅五花腩，覺得好平，就擺咗2斤返去整紅燒肉。點知食完之後，全家人都肚滯飽肚，最後要入醫院掛急症。啲孫檢查完之後話，佢哋係細菌性食物中毒，係因為食咗一啲唔乾淨變咗質嘅肉類。呢個教訓真係好大。
而藥費都唔止嗰幾十蚊啦。所以話大家一定要做個精明嘅收費師，擺支肉嘅時候唔好只係睇價錢，你要學識望聞切。望就係要睇顏色，新鮮筋肉應該係淡紅色或者粉紅色，脂肪部分要係純白色，唔可以發黃。聞就係要聞下有冇異味，新鮮肌肉係有一股淡淡嘅肉腥味，而唔係一種酸味或者藥水味。切或者叫磨，你要用手刀嚇驢肉，新鮮嘅肉係有彈性嘅，撈落去會即刻彈翻上嚟。如果撈落去有個坑，咁呢驢肉肯定唔新鮮。仲有一點大家要留意下個檔口嘅衛生情況。如果你見到個檔口烏煙瘴氣，成地水，啲豬肉就咁堆喺一齊，完全冇冷藏設備，咁就算佢賣8蚊一斤，你都唔好擺。真正注重品質嘅肉檔，佢哋會將唔同部位分開擺放，環境亦都相對整潔。其實香港政府嘅食環署一直都有做抽查，但係奈何街市檔口太多，仲會有漏網之魚。呢啲18蚊一斤嘅陷阱就係利用大家貪小便宜嘅心理。我有時喺街市見到啲後生仔20幾歲左右，可能啱啱出嚟做嘢唔識宰，見到平就擺，我真係想衝埋去叫佢哋放下驢肉。大家要記住一句話，便宜莫貪，寧可你收水，一分錢一分貨係永恆嘅真理。如果你發現某樣嘢嘅價錢遠低於市場平均水平，咁呢樣嘢一定有問題。豬肉係我哋每日都要食嘅主食之一，質素好壞直接影響我哋嘅身體健康。我今日爆呢啲大雲，唔係想專注邊個肉檔，而係想提醒大家要學識保護自己同家人。我認識一個喺街市做咗40幾年嘅老師傅，佢今年都已經6張幾歲啦。佢同我講過一句好深刻嘅話，佢話做人要有良心，賣肉更加要有良心。如果你賣啲連自己都唔敢食嘅肉俾人，咁你賺翻嚟嘅錢都係帶住罪孽嘅。可惜而家好多新入行嘅人，或者係一啲只係想賺快錢嘅老闆，已經唔再講呢一套，佢哋只係想點樣降低成本，點樣用18蚊呢個噱頭，黑暗更多人排隊。所以下次你再見到18蚊一斤豬肉嘅牌仔，好希望你會懷返起我今日講嘅呢番話。你要問下自己，呢18蚊買翻嚟嘅究竟係健康嘅蛋白質，定係一堆化學物質同細菌？你要睇下你屋企人嘅健康值幾多錢。我哋香港人一向都係追求高品質生活嘅，唔好因為想省嗰少少錢就降低咗自己嘅生活要求。去街市擺肉，最好係揾一啲信譽良好、自己擺串擺熟嘅檔口，同檔主建立好關係，佢哋自然會留啲好貨俾你。雖然價錢可能係40幾、50蚊一斤，但係你擺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另外我想提提大家，擺豬肉嘅時間都有講究，最好係朝早7點到9點呢段時間去，因為呢個時候係新鮮豬肉啱啱運到檔口，質素係最好嘅。如果你到咗下晝5、6點先去，雖然啲肉檔可能於減價促收，但係啲肉已經係室溫下擺咗成日，細菌已經繁殖咗好多代，鮮味亦都流失晒。就算佢賣10零蚊，其實都已經唔值得擺。仲有一啲細節，大家擺肉嘅時候可以留意。例如睇下個砧板，一個乾淨嘅肉檔，佢個砧板應該係正常清洗嘅，唔會堆積一大堆陳年嘅血水同碎肉。如果個砧板發黑有異味，咁經佢手切出嚟嘅肉，衛生程度可言未知。呢啲都係後行人睇門道嘅地方。我今日講咗咁多，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希望大家喺街市尋寶嘅時候，唔好跌入呢啲自己好嘅陷阱。18蚊一斤豬肉，絕對唔係一個正常嘅市場價。佢背後隱藏嘅黑暗面，可能遠超你嘅想象。我哋要用我哋嘅口碑力去支持嗰啲正正經經、守規矩嘅商人，記住呢啲黑心嘅平價肉。如果大家覺得呢啲衷心有用，記得要話俾身邊嘅朋友同屋企人知，特別係平時負責去街市擺市嘅長輩，佢哋通常比較折鬥，最容易俾呢啲價錢吸引。我哋一定要將呢啲真相傳播出去，等呢啲無良肉檔冇生存空間。我仲記得，大概喺2010幾年嘅時候，香港成功爆發過好慘虐豬肉事件，當時都係因為一啲人為咗求利，喺飼料入面加咗非法藥物。雖然而家監管嚴咗，但係人性嘅貪婪係唔會變嘅，主要有利益就會有人將控制，就所以保持警覺係唯一個辦法。最後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新鮮豬肉嗰種鮮甜味，係冰鮮肉或者化學處理過嘅肉遠遠比唔上嘅。當你食過真正優質嘅豬肉，你就會明白，嗰多出嚟嘅20幾蚊，其實係擺緊一份尊重，對自己身體嘅尊重，對食材嘅尊重。大家擺豬肉嘅時候，記住要多問兩句，老闆，呢啲係邊度嘅豬啊？做個醒目嘅收費社，先至係喺呢個複雜嘅社會生存之道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到呢度。
希望大家以後行街市嘅時候，對眼可以放亮啲，唔好再俾嗰啲18蚊一斤嘅牌仔壓到。我哋下次再分享更多關於生活、關於健康、關於呢個城市背後唔為人知嘅故事。大家記到，健康先係最大嘅財富，冇咗健康，手幾多錢都係假嘅。補充多一點，其實唔止雞肉，街市裏背好多標榜平到笑嘅食材，背後可能都有類似嘅故仔，例如係幾蚊一大袋嘅菜，或者係平到唔合理嘅海鮮。我哋喺雙非嘅時候，一定要保持一個理性嘅頭腦。2026年嘅今日，中心已經好發達，我哋要學識利用呢啲中心去分辨真假。但係扭來佢發現，擺返嚟嘅肉主角都係有一種怪味，而且啲水係黑色嘅。佢扭來聽咗我講，去翻一啲有口碑嘅肉鋪擺，佢先至發現，原來真正嘅豬肉係咁好味嘅。佢而家都已經6張幾歲啦，佢話佢好後悔以前為咗使嗰少少錢，食咗咁多辣渣入肚。呢個世界冇比每戶餐，亦都冇無緣無故嘅大減價，特別係涉及食入口嘅嘢，更加要謹慎。巨宇希望我今日呢番話可以幫到大家，等大家喺以後嘅日子入面食得更加健康，生活得更加精彩。大家一定要記住，你食落肚嘅每一啖嘢都係在建構緊你嘅心態。如果你俾一堆有問題嘅、廉價嘅，甚至係有毒嘅嘢去建構你嘅細胞，你點可有一個強壯嘅體魄呢？所以擺豬肉唔係小事，係關乎生命安全嘅大事。多謝大家耐心聽我講咗咁耐，演講牙腮心，希望呢啲分享可以成為大家生活入面嘅一點點助力。我哋下次見，大家保重身體，做個精明嘅街市達人。